微臣献丑了。沈捕头，这匹性情刚烈的马，你是如何让它平静下来的？微臣注意到，此马之所以焦躁不安，是因为它受到了人的惊吓，故而臣把马的眼睛蒙住，然后安抚好它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好，沈捕头，好一双鹰眼呐！宇长风，微臣在。刚才落马没有大碍吧？多谢陛下关心，微臣无事。无事就好。本使还担心这摔伤了南朝的勇士，伤了两朝的情谊，回去可要被大王问罪的嘛。长史多虑了，这驯马本就危险，受伤也是常事，朕不会怪罪的。众爱卿，随朕一起回殿吧。沈总管今天立了大功，一会儿得多饮几杯。多谢陛下。玉大哥，玉大哥没事吧？多谢公主关心，下官无事。没事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等宴会结束，我们准备去醉仙楼，玉大哥要不要一起啊？不必了，下官还有事情要去行礼司处理，恐怕……那要不晚上一起到我宫里，我们做糕点吃吧？那待下官去行礼司处理完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等你啊。回宫，记得。哎，今天哥给你加点吃。哥，你说今日这醉仙楼他忙不？你以后就懂了。哎，我花姐姐，花姐姐，隔着门就听见声音了。赫连公子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啊？是不是吵到花姐姐休息了？赫连公子多心了。公子找奴家有什么事啊？哦，对，我头一回过重阳节，想请花姐姐一同出去游玩，不知花姐姐方不方便啊？他都嚷嚷一天了，花姐你就给他个面子吧。小虎一大早就心心念念想找花姐登高游玩，重阳佳节，花姐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不如我们几个一起游山玩水，岂不畅快？对啊，花姐姐一起吧。恐怕要让赫连公子失望了。今天重阳，醉仙楼客人也多，奴家实在是抽不开身啊。哦。
把这奴家当成什么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公子若这么想，还是请回吧。这是我的彩头。恭喜贤弟啊，拿了个开门红的彩头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大哥，这是我的彩头。哦，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礼物去。哎，小虎。呀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哇，给你了。这是你做的？你知不知道这个竹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浮云木。大哥，我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嚯，这么好看的酒囊，多谢贤弟啊！客气。还是我的好。哎，这是谁的笛子呀？我的。哎，你能？不能。哎，你又不会。谁说我不会了？我可以学啊。你学多麻烦，我会，咱俩换换呗。就你这只阿姨猫，你会吗你？哎，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！哎，你让他试一下嘛。来，给你。还是大哥好。哇，你还真的会啊？那是当然，我们库容人生来就是能歌善舞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？我一会儿再来一曲。好啊。哎，你的彩头被他拿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一会儿你就看好了。阿一虎，再来一曲。
哎，这么晚了，玉大哥怎么还没来啊？他呀，可能正在行律司里。别玩了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王宫出什么事儿了？走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回来就让你这么闷闷不乐呀？走吧，我现在没空陪你玩。快关门！快关门！傀儡在街上现形了，晚上千万不要开门。夫人，饮死了，老爷还在议事，您先歇下吧。不行，刚刚让人去取的莲子羹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再去催催。算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
你可听见什么动静？回夫人，我并没听见什么动静。院中有人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什么人？终身弄鬼！赶快出来！夫人，我叫人来看看。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娘，夫人，娘，娘，夫人，夫人，我娘怎么了？夫人她，你说呀！来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给我追！追！快！夫君礼物！老爷，您这一夜未眠。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进宫见王上。爹，陛下，您该吃药了。陛下，臣杜兰初给您请安了。起来吧，爱卿。谢陛下。公公，我看陛下身体欠安，是否给王上按时服药了？耽误了王上痊愈，我们怎么向天下交代？不行了，吃不下呀。陛下，这药您得吃啊！您不是为了您自己吃，您是为了黎民百姓吃，为了江山社稷吃。朕这身体啊，只怕就这样了。只是今日昏沉中，总想到刘侯，朕因案毁了我的儿子。近来12宫重出江湖，必有蹊跷。行律寺有必要重查此案。陛下，微臣此次来，正是向您禀告此事。想必你还不知，近来城中有傀儡异象，正与当年镇银案有关。还有此事？这12宫凶徒更是胆大妄为，利用傀儡当街散播谣言，蛊惑民心。行律司捕头玉长风和沈瑶与12宫缠斗已久，对这12宫的行事风格了然于心。微臣恳请陛下准许其彻查此案。此案幕后真凶定与镇银案有关呐。那就他俩去办理此事吧。长司令着行律司总捕玉长风，捕头沈瑶，调查京城傀儡一案，即刻行事，不得有误。两位大人，有劳，告辞。
你们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了？还记不记得自己该做什么？小冬瓜，胡子里，是。你二人记好我所说的。傀儡案唱词涉及阵营失窃，杜兰初如坐针毡，令我和玉大人查案，可玉大人又不愿意参与，他想直接结案。傀儡唱词讲述了阵营案的案情，言之凿凿，这幕后之人心思难测，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传闻杜夫人因傀儡出现受到了惊吓，杜兰初无暇顾及此案，玉大人又不愿意查案。你们不觉得，这次是我们查到阵营案真相的好机会吗？你想怎么查？先找花姐，看看有没有关于傀儡的情报，再去杜府查找线索。好。久不见公子，不知公子有何贵干？花和熙，近日京城忽现傀儡，说的都是当年的案子。虽然父亲护我周全，让我装病暂避，但对方一搂矛头，我避无可避。你愿意帮我继续追查这件事情吗？公子，咱们之间又何必多言呢？几位留步。三位又来找花老板啊？花姐这几日不在。花姐不在？花姐临走前特意叮嘱了，如果沈公子几位前来，一定转告花姐有事离京，恕不能奉陪。这京城还能离了花姐，那她去哪儿了？这花姐可没说。你，哎，小姨，算了，案子我们就自己查吧。有劳姐姐了。走吧。
老爷，这药太苦了。我一会儿让下人再加些蔗糖，你先把这碗喝了。来，杜管家，在下沈瑶，因傀儡案一事求见大人。这杜府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吗？不随便。杜管家，在下的确有要事，劳烦您通禀一声。原来是沈捕头，那您在这儿候着，我进去通禀。去给夫人备些蔗糖。是。老爷，门外沈瑶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我找他是让他查案，而不是查我杜甫。你把荷儿那晚找到的傀儡物件给他，让他走。荷儿啊，在爹。晚些时候，你带些人出去调查京中傀儡，暗中监视他们的动向。是，爹。杜管家，大人怎么说？老爷说了，是让你们查案子，不是查杜甫。这是傀儡身上的线索，你们自己查吧。好，有这个就行了，我们就不用进府了，劳烦杜管家了。看出什么了？大哥，这种技巧之物，除了极差阁的裘伯英，谁还能做得出来啊？看来裘伯英又来到了京城。走吧。大哥，咱们有了这个东西，不就破案了吗？可是，咱们真的要去找裘伯英吗？咱们以什么身份找他？石榴，被小姨带去总坛一次，脑子变聪明了。不过，你应该问的不是我们以什么身份去找他，而是他裘伯英是以什么身份做的这些事情。当然是天机12宫啊。不对，你不要忘了，他之前忠于北定帅夫人，带领12宫作恶，垂龙山一战，他逃出升天。结案之时，他又是朝廷钦犯戴罪之身。他不想着怎么去另谋出路，而是回到京城，做出这些轰动的事情。你说他有何所图？这难道跟北定帅夫人临死前所说的话有关？杜玉和，你以为你们家做的那些事情就干净吗？你老爹杜兰初一直阻止我相公回京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只有你们2个心里才明白。那我可不知道，大哥，最近京城怪事太多了，阎王烈火案、孔明灯案，唉。此前我们查孔明灯案的时候，查到一半时，玉长风以为是杜兰初所为。不过我们找人多次查证之后，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。那一案似乎与12宫的羽箭团脱不开干系。这孔明灯案尚未结案，傀儡案又发生了。大哥，那你是觉得2个案之间有联系？这2桩大案，最奇怪的在于，从案件本身来看，其实毫无意义。孔明灯案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，傀儡案更可以说是虚无缥缈，明摆着故意为之。
孔明灯案发生时，这些线索像直接摆在我们眼前一样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就是杜兰初所为。不过我根据以往对杜兰初的了解，此人心思缜密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如今傀儡案又发生了，矛头又直指杜兰初，你说这中间他们有联系吗？那真凶究竟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姬差阁这么明目张胆地陷害杜兰初，如此看来，是裘伯英想利用他掌握的秘密，把杜兰初给毁掉。此中奥秘，深不可测。16，你我今晚再去一趟鬼市，好好查探一下裘伯英的下落。父王，灵儿为您准备了奇楠沉香。灵儿来了。父王万岁安康。来来来。父王，听闻太医院给您换了药方，您服下好些了没？好些了，还是灵儿啊最体贴朕了。就是啊，你太任性了。哎，父王。哎呀，近几日你找不到赫连王子，出不了宫了吧？父王，您都知道了呀。端纯啊，你现在是我南朝之公主，将来啊是库容之王后，那是帝王家事。你现在应该想的不是出宫查案，而是要时刻记着，在你身上担负着的是我南北两朝的长久的和平。父王，父王，难道我的命就该是这样的吗？难道我就一定要去北京，一定要离开您，去嫁给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吗？父王，您拖着病体，就不要再教育女儿这些了。是朕掌握着天下，还是天下掌握着朕呢？
大人，你是谁？你为何来此处？玉大人看了，跟奴家走便是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裘伯英会在鬼市？基刹阁做傀儡的部件都是在鬼市所买，所以我敢断定，一定有人见过他。石榴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刚才有人盯着我们。这份密档，是我这些年所查到的全部线索。当真？今日我受刘侯之托，把它交给你。刘侯之托？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！这不是有求于柏先生吗？别，千万别！我可担不起你这请求。哼，柏先生都不知道我请求的是什么，怎么知道担不担得起呀？哼！哎呀！嗯。妙啊，妙啊！哎呀，你在鬼市可找不到裘伯英，他现在要去杀他的仇人。此次前来，我所求之事，就是想问问柏先生，裘伯英除了想报仇，还想干什么？哎呀呀呀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！告诉他，他要斗，我就跟他斗到底。江南大灾，共筹措赈灾银两180万两，刘侯负责赈银运送发放济百姓之苦。当时北定帅负责明路押运，他拜托你父亲玉大人暗路协助，而实际上
你父亲其实是12宫3元老之一。当时，他与其余2位元老岳崇山、林静海共同商议，带领12宫众人一路暗中相助，护送阵营。不可能！若有如此重要之事，我父亲的……吾儿若为父身死，你切莫追查，更不可因此调查镇银一案。镇银案发，你父亲离奇被杀，他没有告诉你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消息，一定是为了保护你，因为这个案子背后太过凶险。当年在护送阵营的途中，你父亲负责贴金暗随，岳崇山负责青山，林静海负责洛河，分工明确。可就在渡过白河之时，这些，这是我不让他说的。刘侯，公子，这个傀儡应该毁掉了。哎，小心！撤！长风，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我自然对你更加看重。刚刚你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些？有12宫的奸贼想要杀我，我只能装病躲过这一劫。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死。若公义不慎，我何以为人？只是刘侯殿下，您这次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找到真相。你是谁？
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杜公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以你性情，此事定是你一人承担。如今事情功败垂成，你也不想再有人牺牲。夫人不可！夫人，那我答应你，这将是死的最后一人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自从夫人被你们害死之后，你知道我活得有多煎熬？我恨不得每天都想杀了你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裘伯英，你住手！申不得，申不得！没想到还是被你赶上了。申不得，申不得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裘伯英，你杀了他，以后12宫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你连累的不是我，不是1、2个人，而是12宫的所有兄弟。12宫与我何干？可笑！夫人之死，他难辞其咎。更何况夫人，他临死前让我毁掉他，就是阴阳难辨的杜老贼！救我！救我！荷儿，我的儿，你要撑住啊！爹给你找郎中，找京城不，找天底下最好的郎中。荷儿啊，你要撑住！爹，我不想死。我的秘密他知道了。荷儿，荷儿！杜老贼，孔明灯案和傀儡案都是我的礼物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跑不掉的。沈阳，谢谢你和12宫助我一臂之力。你都是天机12宫的人，这与天机12宫没有关系。大哥，走了。杀了他！快走吧。我们要抓到想杀我的人，才能了结这一切。这12宫中，一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江湖凶险，多加小心。微宣要提醒你，多加提防杜兰初。其他人死前已经发现他身份的破绽，告诉了凌香潭。他拉拢沈瑶，是为了引开视线，让你们两虎相争。沈瑶，赶紧走吧，别查下去了。你看看，现在京城中唯一能保你的人，要杀你泄恨，京城待不下去了。大哥，咱们一起回总坛吧。真相就在眼前了。沈瑶，你如果在这里丢掉了性命，那12宫所有的兄弟都会陷入危险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要真相还有什么用？我刚才收到来信，12宫要在总坛重启天机会。重启天机会？可是上次不是已经……上次在垂庐山，庞真召集各宫公主，决定推选大司坛，结果却不了了之。现在各宫公主聚集在一起，决定借此机会将此事落实下来。明日你也赶紧启程，回总坛主持。
是，于大人。瞧一瞧，那么看一看。